今日的客家貢獻獎嘅內列波討論來看表演藝術類傑出成就獎嘅得主，講到客家戲曲嘅傳承同發揚，聽錯我講到一位會編會圖會講會唱嘅曾憲基，唔單止係唯一歸屬三腳採茶戲嘅編圖者，豐富嘅表演經歷，還有對客家戲曲嘅熱情，亦係帶動後生人想要來學。神童嘅標誌，神法嘅神探，曾憲基累積多年嘅表演經驗，老客家三腳採茶戲嘅小可老法條，風勢發揮到自己，14歲起始聽得阿橋做戲，15歲同朋友成立4米嘅戲班，豐富嘅舞台經驗，每本期編作編圖演全方位嘅戲曲欣賞。雖然客家戲曲已經沒落，不過佢還係唔甘願放棄。客家人嘅戲劇會沒落，就叫你啲客家人咧範圍狹嘅，天時咩爭嘢唔樣。但嗰啲戲劇啊，沒落以後啊，藝術感覺啊，就叫藝術也係冇啦，藝術寫去就保留去啦，冇下半年寫嘅，就種傳承嘅咯。為到將客家戲曲嘅精華傳播後生嘅，曾憲基從其帶領後生好演做戲，動興將以上好多嘅教本後生嘅，希望做地培育出更加多嘅客家戲曲精英。佢咪建議客家子弟從小將做地上來個做。呢啲客家戲啊，唱歌兒保守，不浪漫。你可以將拍曬嘅長處拿出嚟播人短處嘅，戲嘅東西多關鍵你感覺多看多見識啊！面貌相對，連視同，只係兩界分陰陽。一頁又一頁嘅筆記，都係曾憲基多年來累積嘅創作成果。就算總係經過自家努力，整體咪見來嘅肯唔樣上台演出，不過佢還係動身忙啲嘅寫戲本。佢講做地寫幾多，算幾多，無論用嘅，希望為客家戲曲留下珍貴嘅資源、珍貴嘅寶。客家新聞小鳳漢5月8日報道。